喂，姐姐你好。我聽唔到。喂，姐姐你好。好，姐姐你叫咩名啊？我叫做 Swati，做 party 啊？你今年幾多歲啊？係你今年幾多歲啊？而家46歲，你結咗婚咩？結咗婚，有冇做朋友？有2個，但係大個啦。幾大啊？一個23歲，第二個就22歲，2個都結咗婚噶啦。OK OK 明白。喺香港做嘢，你係有幾多個雇主啊？有幾個咧？有3個，三個雇主，OK。但係個係雇主係灣仔係咪？係灣仔，幾耐啊？喺灣仔2年，滿合約。滿合約嘅。照顧咩人啊？照顧小朋友，幾多歲啊？ 6個月同埋3歲。照顧 BB。係啊，照顧 BB 6個月同照顧小朋友3歲啊？係啊，係啊。跟住咧喺邊度啊？跟住就喺筲箕灣，筲箕灣幾耐啊？係筲箕灣我辭職嘅，一年咯，做咗一年咯，係點解啊？有咩事啊？點解冇合約啊？分一年咯。我分人咧，OK 明白。照顧咩人啊？照顧小朋友都係幾多歲啊？讀小學嘅，應該係8歲咯， 8歲。差唔多，OK。係。跟住咧喺邊度啊？跟住就最尾嗰個就係深水埗，深水埗幾耐啊？係10年嘅， 10年4個月。 10年4個月係啊。OK。點解冇合約啊？姐姐。第一次咧，我照顧爺爺嘅，負責照顧爺爺嘅，佢爺爺健康嘅，但係應該係佢中意我嘅，即係溝通，即係唔係好識講，即係佢俾我放假1年，但係我最簽咗合約之後，佢個女唔俾我。佢個女話：我俾你放假3個月咯，咁樣。跟住我同我男朋友，我想翻嚟結婚啊嘛，我男朋友唔俾我放3個月，跟住就我辭職咯。OK 明白。你識唔識煮中國餸啊？中國餸嘅即係我識，普通嗰啲就煮乜嘢？煮燜豬肉啊，燜雞啊，炒菜啊。但係個個老闆都唔同嘛，中意食乜嘢係咪？OK OK。你識唔識煮肉？我信耶穌嘅。識煮肉啊？我信耶穌。好啦，唔該晒啊，姐姐，唔該晒，好，OK，拜拜。